平安，文真平安。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？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有人搁去困诶无？还是咧迷茫诶无？像我就想讲，为什么我今仔看老师诶背景无同？因为老师诶梦较水吼，我诶梦拢是安尼，雾雾，毋知影这是啥物。哎呀找无路诶梦足济哦吼。我昨昏梦着老师请我食饭呢，当时要来泰国。来泰国请我食饭，应该来泰国我请你食饭，安尼对吼。观众朋友，你定定做梦吗？你会当家己拢做啥物款梦写落来哦？吼，今仔真欢喜，咱今仔要来讲，你有做过啥物梦？遮个梦是拢有意思诶吗？你有看过啥物异象无？就是讲吼，看过看发生诶共款诶，敢是安尼？等下吼，听老师讲就知影对了。所以为什么吼？安尼讲为什么有眠梦啦？还是讲异象？然看到一款足奇怪诶物件吼，一款异象，还是讲做梦？做梦当然有真侪款啦，有时是拢大部分拢无意思诶吼。毋过咱来看约笔记吼，圣经内底记载，讲为什么有梦呢？约笔家己诶体会，伊讲因为上帝讲一摆过一摆，总是人拢无注意，用讲诶无效啊！甲你讲安尼，你也毋做；甲你讲你也毋听，也袂谨慎，所以一摆过一摆，总是人无注意。15节讲人倒伫眠床困，到困达眠诶时，伫眠梦中，伫暗时诶异象中，上帝开因诶耳孔。卡面伫因所受诶教示，就讲上帝当人伫困诶时阵，就开伊诶耳孔，开伊诶目睭，互伊当看见，互伊当听见。但伊听见诶毋是人伫讲诶话，伊看见诶毋是真正诶形象。这就是梦。所以17节咱来看为什么上帝要安尼做呢？因为要互人改换所记忆诶代志。阻止人诶骄傲，你若是足骄傲，还是讲你记忆诶代志是会害人诶毋好，伊就要安尼甲你阻止，用梦甲你讲。18节阻止伊诶活命无落伫深坑，伊诶性命嘛无对刀剑来死。有时你要拄着，还是讲我要拄着真危险诶代志，伊就用眠梦甲我提醒，甲我阻挡。我要记忆诶代志，可能是要害人，伊就甲我阻挡。这就是约伯伊家己体会，为什么？伊就个这是约伯记内底为什么有这个疑问？像有眠梦，上帝用眠梦甲人讲话。是安尼，所以眠梦看起来拢无啥好呢吼。像我梦着好食诶、好耍诶，这是要阻止我梦食伤济意思嘛？安尼，好，所以呢，来观众朋友，你会当足侪人起来啊吼，你会当小看觅哦，你拢做过啥物梦？这个梦是。还是讲上帝讲一摆，搁一摆，你拢毋听，敢无迄个？你拢无注意，你拢无去家己听。对，来就去梦里甲我讲安尼较对吼。观众朋友，咱继续笑，看你有你的体验是啥物对无？梦的体验咱看，咱先看约伯记约伯的体验啦伊讲我若讲，我的眠床要安慰我的床铺要解我的忧闷。就讲约伯来体会讲，哇！我做野神了，我要来困一醒，可能我的床铺会互我的忧闷就无去啦。我想讲要来真爽快的困一醒。毋过呢，讲你着用眠梦互我惊，用异象互我带。伊咧讲伊咧甲上帝讲话，讲我着要好好来困一醒，你着互我惊，互我带。是，本来讲对，本来可能
可能安那，可能冤家啊拢无好好，啊想讲啊来困啊，莫插伊啊，结果迄面梦个梦着继续冤，是安尼嘛？所以会惊起来。面盲哦，差不多80%啦，拢是互人会惊诶啦。嘿，迄杜老师有哦，杜老师讲有亲像做连续剧诶面盲，有，我有做过。迄连续3工吼，白雪公主变成啥物？变成白马王子嘛对。反正我是有做过即种连续剧，做好笑。即张吼啊，伊要问你诶体验是啥物？就讲，咱是会问别人，啊问你家己，你敢有啥物面盲？我是有哦。嘿，有吼，老师有无像我定定做梦，但是有做过吼，做过互你惊诶梦吗？我来讲我诶梦好啦。毋是啦，阮一个真正诶代，我哪有做侪梦啦。但是拢讲，但是讲袂了啊。主要就是阮老母诶一个梦，足准诶一个梦，足准诶，嘿对。梦诶体验就讲伊梦着啊，真正是安尼，安尼会互人带一条。真正，代志是安尼吼，因为就是讲较早，就是讲即摆咧主持即个纷争吼，伊抑个4岁诶时啊，大概4岁，伊个4岁还袂大汉诶时阵吼，因为妈妈吼要去手术，吼，因为有癌症啊去手术，啊，因为我无住伫。甲阮诶4大人无住做伙，我住伫厝内，啊，因住伫草地。啊，有一工阮老母梦去一个梦，伊后来咧甲我讲诶，伊讲伊暗时吼，伊讲昨暗拄好梦去一个梦，啊，你哪会真正来？因为吼，迄日差不多下早是9点，一头光影影。啊，因为阮有迄个草地厝拢有一个顶斗，真大个。啊，要入去厝拢爱对顶个尾仔行入来。啊，我着带2个囡仔行入去。啊，行入去时吼，阮老母徛伫门口遐，伊拄仔徛伫门口，啊，看着我徛来，啊，伊讲伊带一条，啊，伊就甲我讲，是安那会是真诶？伊讲伊梦去讲我带2个囡仔要转去互伊摇，因为我爱去上班啊，所以爱有人顾囡仔。啊，要安怎样？伊讲啊，是安尼，我才会真正带2个囡仔。讲啊，即声一定是无解好诶代志。啊，伊就惊一条，伊后来甲我讲啊，真正即个代志啊，就是讲我为什么带2个囡仔要转去？因为因老母去台北，我住台南，啊，因老母去台北，迄阵是台大病院吧，较有名，医生较好，啊，着伫遐可能去着啊手术拢爱住咧1个月超过，哦，7个月，迄阵啊住咧差不多是要3个月，因为佮后来电疗，啊真久。啊，我着带去互伊啊，真正即个代志着当，所以讲面梦有时咱面梦吼，是因为提早甲咱讲，所以面梦无拄着讲逐项梦拢是黑白梦，有时是提早甲你讲。对，而且无一定是爱基督徒对无吼？上帝嘛是会照着梦，圣经足侪所在吼，拢爱未信上帝人。伊就用梦来甲因讲吼，因为因可能无咧看圣经对无吼。所以有人梦去讲爱安怎，有时讲因为咧读册诶时候数学袂晓做，啊梦去啊就会啊。这是我啊，系啊，我真正是有安尼哦，系啊，袂晓做啊来去困，该困进前祈祷哦，上帝啊，要安怎？真正。起来就想着解法啦。对，即款诶经验我哪有啦？因为我有咧做音响嘛，啊，咧音响就是讲甲迄电晶体啊，迄个电阻来逐项一粒一粒甲伊连做诶，啊，来变一只音响。啊，咧连有时拢会发生一款杂音，就是讲吼吼叫诶声，迄个声，啊，毋知影要安怎甲伊解决。
足艰苦解决，想无想几步想无，足艰苦去困，困的是就迷茫着讲你对一条线爱家己对一个所在，就会想着讲对一条线爱家己对一点，虽然电拢会通啦，但是你的位置毋对，就是有迄个责任。所以即阵你准备会考联考的囡仔，上好是一边困一边考试对无？咱望着答案安尼。有人讲吼，因上好困啊吼，较少做梦，真正是安尼。其实做梦应该是讲会记诶梦是啥物，就是讲咱无困好，所以会记诶啊吼。其实对每一个人拢会做梦的。困得好是上好啦，上理想吼。圣经内底梦，咱来看圣经内底讲做梦吼。上帝使者直接讲话，直接甲迄个人讲话。伊伫眠梦中甲伊讲话，像阿比米勒。咱有讲过即个故事嘛？讲毋是阿比拉罕啊，甲雅各两个人拢安尼，拢去别人的国家，就共骗讲因某是因小妹，互人带去做某有无？阿比勒即个王就甲阿比拉罕的某带去做某啊。上帝就甲伊讲话，讲你是死人哦，你带即个查某人是人的某啊。上帝直接甲伊讲嘛吼。阿比勒知影，伊梦着即个梦，伊知影讲这上帝甲伊讲的，所以立刻就改变，伊改换伊的记忆。咱当时讲眠梦，就是要互你改变你的记忆。你的记忆安尼做落去毋对，你安尼做是会害死你家己，害死恁全国的人。所以伊就阻止就甲阿比拉罕的某，佮行着更较容易，佮送伊一寡物件。比勒来第二个梦，咱第二个所在来看，创世纪31章24节雅各的阿舅就是列班，咱前解有讲了呢后，伫梦中互上帝来警告，本来雅各毋是逃走嘛，甲伊的财产拢搬出来。3日后，因某舅列班知影就来甲对来甲辱。对1礼拜以后就对着对着以后，迄个暗呢，上帝就甲伊警告讲：你毋通甲雅各的物件讨倒转来就讲你毋通甲伊讲好讲歹，就甲伊警告。所以就惊就误着雅各的心，毋敢讲甲伊讲这我的，抢倒转，就安尼好好甲伊讲人，因为伊家己讲的，讲人是你的上帝昨暝甲我警告。我是有才调甲你拍死哦，我故事甲雅各讲安尼嘛。第二个梦就是讲伊受警告以后改变，去修正伊家己的做法。这是对的哦。所以眠梦叫醒你的时阵，你着要较紧醒，毋通个一直袂落落去。来第三个所罗门王一个英文的梦。所罗门伊做王的时阵伊梦去一个梦，这个梦足特殊的，因为上帝直接甲伊讲话，讲话伊个会当甲要回答，这个款梦中个会回答话哦。上帝讲你要爱求啥，我互你，因为恁老爸做得真好，代表做得我介意，我真听，我要出好面，你爱啥你求。所罗门讲，我的国家的百姓这么济，你应该爱想使我有智慧，通来管理这个百姓。上帝讲你求这个真好，你无求的我也要互你，就互伊上有智慧。所以所罗门是有史以来上界好起来，上界有钱，佮上聪明的，上界有才调的这个。世界的人拢来听伊讲话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上帝直接甲人讲，但是无一定大部分的梦，圣经内底大部分的梦，上帝毋是直接甲伊讲话，像创世纪37章第9节，这是约瑟的梦啦。约瑟大成梦一个梦讲，伊咧长草，可能是麦果啦，因咧下嘛，
下一下咧。是啊，伊兄弟，伊拢总12个兄弟啊，拢做伙伫遐咧长稻草来讲。啊，长到要因的兄弟的草来拜伊长的草，这是第一个梦。我伫遮讲的有3、7种第9，这第2个梦。是咧讲我搁梦见一个梦，即个梦搁甲伊的兄弟讲，我讲有日月甲11粒星咧拜我。伊搁听了即个梦，就袂爽快啊。讲我甲阮老爸老母拢总爱拜你，因会解释，但是约瑟迄阵伊毋知影意思。约瑟家己毋知，伊两个梦伊拢毋知影意思。但是有人就想讲，可能是安尼意思，所以就有人会晓解梦，别人会晓解梦。是这个问题。人讲是毋是你是想小济？你也袂做梦。这阮也会安尼的，阮也有可能。对吼，其实做梦就是人讲是伫你下暗的时甲日时的代志，佮经历对嘛吼？对，有大部分拢是安尼啦。有一寡特殊的叫做异，所以伫遮讲这异梦哦。异梦，这个梦是无共款的，是足清楚，互你看到讲会惊。圣经的异象，咱来看异象。另外一种叫做异象有啥物无共？因为咱伫圣经吼，定来看到异象即个名词。但是我本地我若毋知，后来我一直看，我知影讲原地是咧讲啥。异象是看会到的形象，是讲你的梦内底，还是讲你有看到一个形象？即个形象毋是自然的。你清醒还是梦中，拢有可能看会到。即个异象一定要有一个像啦。咱有一个例15章，上帝甲亚伯兰的对话。因为亚伯兰伊伫一个所在看羊嘛，牧羊，有两个天使来，有两个就是上帝来甲伊讲话，讲你明年即个时阵咧，你就有囝。伊当然伊伫遐讲真济啦。后来这个人就带伊出来外口，讲你看天顶的星，佮带伊即个异象足奇怪伊无咧困亚伯兰无咧困伊醒醒即两个来，互伊看到，佮带伊出来外口，讲你看天顶的星偌济，你的子孙，你会好诶，就是要遐济。所以看会到，这可能是异象，看到异象。来看摩西咱来看摩西的故事摩西看到刺皮伫倒，毋过无互火烧去。西奈山下骹。摩西毋是甲因丈人看羊啊嘛，看羊啊看40年啊，看40年有一工讲奇怪，有一泡刺皮顶面有火咧烧伫倒，为什么刺皮无烧去？顶面有火下底刺皮好好，足奇怪，伊就惊我去要看，然后上帝就出声甲伊讲话，你所搭的所在是圣地，甲你的遐腾个。然后上帝就甲伊讲你倒转去，带我百姓出来，好无？这是异象，伊是咪看到火咧倒？伊刺皮顶面咧烧，这是异象，伊看会到咱来看但以理，但以理书第7章1节当巴比伦王逼沙撒元年，但以理伫城里有梦见。心内看见异象，伊梦见伊做梦佮看见异象，所以异象有时是毋是做梦就看会到，有时是做梦的时才看会到。两款无啦。伫遮就是共款啦，伊梦去，梦去的物件是一个异象。伊即摆我伊梦的内容我无甲写出来，伊最后是梦伊讲伊看到一个海。迄个海顶悬有走4只足奇怪的动物出来，兽啦，那像狮还是像动，足奇怪的兽，即款兽有发角，发咧角的顶悬佫有目睭，即款异象，你看即款叫做异象，因为即款毋是普通咱看会到，
啊，毋是普通你看有诶动物，伊诶角内底我是有四只拢足特殊，啊，伊记啊足清楚，这后来咧讲啥，这内底你若趣味去看圣经就知影啊，来咱来看但以理书4章5节，尼布甲尼撒王讲讲啥？伊讲我梦见一个梦，互我惊吓。我伫面床你诶思想甲心内异象，互我白目。讲我足艰苦心，啊，我足惊。啊，即个异象无人会晓，伊甲全国所有看命诶，会晓解梦诶，拢叫来，无人有法度。最后叫但以理但以理来甲伊解说。伊即个诶梦是讲，我梦见诶梦是一丛树仔做大丛，大丛啊拄天啊，拄天就讲鸟啦，还是讲足侪精生啦，会当食即丛树仔诶物件，啊，佮伫遮休困。但是有一个事，就是讲有一个神诶，就是讲一个足大诶人足大诶神啊，落来，甲即丛树仔撤掉，讲爱甲撤掉，撤掉讲甲迄个头留咧就好，即丛树仔拄天诶一丛大丛树仔甲撤掉，头留咧甲绑咧，后来呢？迄个但以理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梦去即个梦诶是足艰苦，伊讲哪有即款代志啊你足惊吓但以理就甲伊解说啊，讲这就是讲头留咧，讲国位你做国王对无？你有一天上帝要互你变成牛咧食草，所以伊就变成牛咧食草，伫外口当落水。从啊起笑安尼啦，笑人安尼。直到什么时间呢？直到互你知影讲，上帝有权，讲叫什么国家强就强，叫弱就弱。上帝有哪经细汉的，经一个细汉的来做国王。意思讲你毋通想讲你国王是上大，上帝经一个上细来做国王。你无一定较大。就是讲，互人会当谦卑。了解以后，尼布甲尼撒倒转来，就恢复原来，佮恢复做。这个有一个迄个卡通迪士尼个画一个卡通，就是讲即个故事诶真趣味。所以咱后礼拜再来讲迄个解梦诶问题，因为梦个足侪内容。所以后礼拜要来讲梦位对倒位来，是安尼吗？倒位来，要安尼解要安分别。要安怎解梦咱直接个插播者因为问足侪摆后，咱100集，今仔已经92集啦阮希望会当观众朋友，你平常会来听诶人你拢会当来讲两句，你先录影诶方式有6个主题，你会当讲你会当拣一个来讲第一个老师佮讲一摆，天动诶样式。样式，第二个款式人生上困难的时阵，是人生上困难。你有拄过什么无过上困难的时阵，上艰苦的时阵伊安怎经过安尼第三个讲一件奇妙的经历，一件奇妙就是讲真快乐的，还是真悲伤的，还是有可能是做梦到的异象，安尼讲。安尼嘛是会使第四讲，一世人拢做袂成的代志。这逐个人拢想要知的第五个讲，假使今仔日是最后一日，明仔载是洗，就是末日啦。是，安尼你想要做啥物咧？第六个这大家拢会当问你有想要问上帝一个问题，啥物问题咧？啥物问题呢？好，来欢迎你写落来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有想要听倒一个好，嘛欢迎你甲阮报名观众朋友，拄则有留言讲话咯，拢希望你会当来继续讲好，安尼真欢喜今仔日讲到做梦，大家当继续写你。有做过啥物后礼拜要继续讲梦安怎解梦是毋是拢是真诶？梦到
人讲什么菜色会望乌白望，有啥物无共吗？一大堆吼，迄个足侪人诶讲法吼，安尼来看圣经安怎讲。后礼拜一下暗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搁做伙来讲台语吼。安尼诚多谢老师今仔日。感谢多谢。搁有人来哦，等下我看卖啊。好，多谢吼。哦，一个讲来吼，好，安尼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。